老人冬天洗澡是先洗脚洗身，最后才是洗手头发，以免中风。古人说事后无益，男女新婚后不要洗澡，不能马上去洗澡，因为会造成心脏大脑缺血。心脏脑是缺了血，子宫那边性器官那边也会缺血，造成子宫虚寒，可能严重会造成不孕症，有白带流，像感冒流鼻涕那样。白色的是就是因为虚寒，黄带就是有火气。用手机语音助理来呼叫那个影片。按手机萤幕正下方中间呼叫语音助理。OK Google， 请让我看影片。女人小腿放哪里很舒服？好的，即将播放 YouTube 推荐影片。女人小腿放哪里很舒服？我可以在网络上搜寻相关。
抽筋治疗。右脚抽筋都要举起左手，左脚抽筋要举起右手。左鼻孔流鼻水要捏右边后脚跟，右鼻孔流鼻水要捏左边后脚跟。是参考网络影片的。垫着脚尖走，垫脚尖走。